如果你想全面了解香港教育，咁今個月15號到17號可以嚟行下香港嘅教育展。呢次教育展呢，唔止可以睇到海內外院校升學信息、職業輔導，仲有大量留港生活所需嘅實用資源，租房交通醫療文化融合。咁從幼稚園、小學到中學有多間學校參展啦。如果幸運嘅話呢，現場仲可以同校長面對面交流，比如相關擇校插班嘅問題升學規劃，包括每間學校嘅特色以及教育理念等等。咁 Minnie 咧都想提醒一下家長朋友嚟參展呢，一定要帶住自己嘅問題同埋目的嚟。首先喺嚟之前呢，一啲基礎信息必須要自己先了解清楚，比如香港嘅校網分佈，香港有邊5種類型嘅學校仲有邊啲係免費嘅，邊啲係自費嘅。如果係幼稚園擇校呢，分全日制同埋半日制。如果係小學插班呢，咁大致要了解一下課程體系比如有2文3語，有雙語，甚至有全英教學。咁家長嚟到現場呢，有邊啲信息係必須要了解嘅呢？首先第一個學校所處嘅校網、學校類型以及學費，第二就係教育理念同埋課程體系，第三就係升學規劃同埋升學路徑。咁呢3點了解清楚呢，你就會清晰未來小朋友每年嘅教育成本係幾多啦。有興趣嘅家長朋友想嚟參加教育展，可以喺官網申請門票，名額有限。咁實在係冇搶到門票嘅朋友，可以嚟揾我，但係數量非常之有限，粉絲優先喎。然後今次嘅教育展呢，我都會親自去行下，歡迎大家嚟偶遇。有機會嘅話，我哋一齊見面交流下。咁香港名校知多啲，關注 Minnie 話你知。